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箴言第2章第1节到15节，馬太福音第19章第1節到12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級分享的主題是智慧之果。到底智慧之果，这个果是什么呢？咱会当对几个角度来看。第一个是讲果子 （fruit）， 也是讲迄个结果 （the result）。咱嘛有会使甲伊讲是利益 （benefit）。这是今仔日的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啦吼。当然，这是对迄个结果论来看，就是讲，无论咱安怎角度去看时阵，咱所要探讨的，就是追求智慧了后的结果。当然，圣经内底所讲的，就是伫追求上帝智慧了后所得到的利益。因为安尼，咱才会通。引起人要追求智慧的兴趣，还是意愿。前几天甲教会的长老到伫北滨去探望教会的兄弟的家庭。迄个所在是伫非常接近宜兰县的新北市的一个小渔港。以前总是只有开车经过，嘛无真正入去这个咱来讲渔港的庄头。因为安尼，所以牧师就用手机的迄个 Google Map 来带路。但是当阮对迄个山路一落去，要去接这个北部滨海公路的这个上车路的时阵。Google Map 带毋到一个弯角，所以互阮的车就到着倒弯的车道。阮是要正弯，Map 伊甲我指示迄个路口只有会当倒弯，伫正弯是爱伫进前的弯啦，所以我就无法度我去我要去的所在。然后阮伫车顶就开始讨论。即马伫市面上所使用的亲像 GPS、Garmin， 也是咱讲的 Google Map， 阮在讨论讲倒一个是较正确的。当然，我嘛分享到一寡迄个带毋着路真趣味这的代志。这就亲像迄个人生的道路共款。咱想看觅啊，咱到底要选用倒一排的呢？是 GPS， 是Garmin， 是Google Map， 或者是讲迄个 Apple Map， 或者是咱要用迄种青上牌的看星的啦吼。也是要用迄个道士牌啦吼，也是要来用盘杯牌啦、抽口仔啦，也是咱来超找上帝呢。咱想看觅倒一个是有智慧的选择，甲一个稳固的瓦壳。真言安尼来劝勉讲，少年人着爱学习我的教导。毋通袂记即我甲恁的指示，着爱听明智的训言，明白伊的意义。是啦，要追求知识，爱追求领悟，着爱亲像追求囡仔共款的热心，亲像来超找宝藏一样的认真。安尼。你就会领悟到什么是敬畏上帝，明白什么是认捌上帝。
因为想事智慧的是上主，财物甲悟性拢是对伊来。伊帮咱正直的人，保护诚实的人；伊帮咱待人公道的人，来保护对伊忠诚的人。你若听透我你就会明白什么是这个诚实、公平、正直，就知什么是你应该得爱做的。你就会成做明智的人，知识会互你欢喜，你的远见会保护你，你的悟性嘛会保护你，互你袂抵到去做毋对代志，并且互你离开遐个用喙用舌来惹是生非的人。来离开遐个背离正道，生活伫黑暗中，真爱做恶，用邪恶做欢喜，行弯巧道路，袂通信赖的人。为什么追求上帝的智慧？因为上帝才是迄个真真正正会通赏赐智慧的上帝。追求上帝的智慧，才会通得到上帝的保守，达到真真正正人生终极的目标。圣经讲，伊帮咱正直的人，保护诚实的人；伊帮咱迄个待人公道的人，来保护对伊忠诚的人。会通得到上帝的保护、保守、护卫，就是追求智慧上水的果子、上好的结果、上赞的利益。亲像咱伫头前所讲到的，如果咱所使用来带领咱方向的软体还是机器，常常带咱进入伫迄个无有路的山区、荒郊野外的这个蒙阿部，咱还佫会使用吗？安尼会选择有智慧吗？咱讲选，当然是要选上好的；追求，当然是要来追求上有智慧的路。结果呢，咱就袂行毋对，就袂用毋对方向，就会当得到伫迄个得福的所在，毋是迄个爬远的所在。耶稣基督对婚姻的教导，并毋是当初是迄个犹太人的社会所会当接受的，特别是对伫迄个休妻的教导甲规范。伫经文的中间，甚至耶稣进一步讲到无要结婚的恩赐。看起来结婚生囝，也是当初时社会的主流。但是耶稣基督对伊的教导来讲，无结婚是有一种有恩赐的人，或者是讲有的人真正都无适合。有的人是因为人为的因素袂通结婚，佮较有人因为天国来讲呼召的关系，伊袂通来结婚。但是较重要的是讲，无论怎样的原因以及结果，这个改变的重点是在伫对婚姻的忠心。不管你有结婚无结婚，都拢应该爱忠心伫这个家己会选择的路。有智慧的人才会通明白其中的教导甲意义。有人讲阮兜的查某囝毋通受洗礼啦，因为安尼若嫁到伫迄个迷信的家庭
啊，需要传咧拜拜的时阵吼，就袂得罪上帝啊。这个话听起来感觉怪怪，敢对？这敢是智慧的选择甲决定吗？咱知已经认捌上帝的人，无论有洗礼或者是无洗礼，伊一旦离开上帝，违背上帝，敢是安尼？重点是在于你有忠心被上帝的恩典束缚啊无？一旦咱离开，就失丧着上帝互咱的束缚。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少年人着安怎生活纯洁？着遵行你的话。上主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求你，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才免得我得罪你。上主啊，你应该受称赞。求你教我捌你的规律。你所讲一切的规律，我用嘴出声来念。我意爱你的教示，亲像人意爱大财富。我哪念哪孝顺你的律例，重视你的道路。我意爱你的命令，袂记得你的话。恳求上帝帮助阮会晓得追求智慧，因为智慧会互阮来行正确的道路，到伫蒙福之地。感谢上帝的恩典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